呢度係拉斯維加斯西北區89128涉谷。今日睇一個喺2樓嘅一房 condo。呢度嘅社區管理費係211蚊一個月。呢度有 clubhouse， 有社區泳池，有 gym room。呢個單位大概750尺。呢度一入門口係客廳，有個 fireplace， 係一個比較高挑嘅樓底。呢邊係飯廳。入門口嘅位置呢度係鋪咗地磚，然之後客廳呢邊係鋪咗木地板。望返轉頭入門口嘅位置係咁樣嘅，隔離係廚房。然之後呢邊有一個露台，可以望到呢個社區嘅風景。嗰邊係泳池。然之後呢度有個儲物室 ，water heater 喺入邊。呢度靠近Summerlin，呢度買嘢食嘢都非常方便嘅。廚房係白色嘅家電器。呢個單位係有 gas 嘅。飯廳呢一邊有一個嘅 closet。走廊呢度有一個 laundry， 洗衣機、乾衣機喺呢度。然之後呢個係洗手間，係客廳同埋主人房共通嘅一個浴室。呢邊係企缸連浴缸一體式嘅。廁所喺呢邊，有 double sink， 中間有一個梳妝台。過嚟呢邊係主人房。Fireplace 係同客廳嗰個係兩邊共通嘅，然之後左右兩邊係衣櫃。呢邊係出返去客廳。